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18號，使徒行傳11章1至18節。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到外邦人也領受了上帝的道，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禮的信徒和他爭辯，說：你竟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當中，和他們一同吃飯。彼得就開始把這事逐一向他們解釋，說：我在約帕城裏禱告的時候，魂遊象外，看見異象，有一塊好像大布的東西降下，四角吊着從天墜下，直來到我跟前。我定睛觀看，見內中有地上四腳的牲畜、野獸、爬蟲和天上的飛鳥。我還聽見有聲音對我說：彼得，起來，宰了吃。我說：主啊，絕對不可！凡污濁或不潔淨的東西，從來沒有進過我的口。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回答：上帝所潔淨的，你不可當作污濁的。這樣一連3次，然後一切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當那時，有3個從凱撒利亞差來見我的人，站在我們所住的屋子面前。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，不要疑惑。還有這6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。我們進了那人的家，那人就告訴我們，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家裏，說：你派人往約帕去，請那稱為彼得的西門來，他有話要告訴你。因這些話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。我一開始講話，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，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。我就想起主的話如何說：約翰用水施洗，但你們要在聖靈裏受洗。既然上帝給他們恩賜，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，我是誰能攔阻上帝嗎？眾人聽見這些話，就不說話了，只歸榮耀給上帝，說：這樣看來，上帝也賜恩給外邦人，使他們悔改得生命了。喺呢段經文裏面，彼得向耶路撒冷教會解釋佢點樣被神引導，將福音傳俾外邦人哥尼流一家，並且見證聖靈都臨到佢哋。呢一段經文標誌住教會對外邦人完全敞開，顯明神唔偏待人，救恩係為所有人預備嘅。彼得嘅順從同埋聖靈嘅工作，促使咗教會歷史性嘅轉捩點。呢度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神嘅恩典超越文化、種族同埋宗教界限。我再講一次，神嘅恩典係超越文化、種族同宗教界限嘅。第二，順從聖靈嘅引導，能夠突破人為嘅限制。我重複，順從聖靈嘅引導，能夠突破人為嘅限制。第三，教會需要謙卑學習，接納神嘅新作為。第三，教會需要謙卑學習，接納神嘅新作為。我哋一齊嚟反思，我係咪願意讓神打破我對人嘅預設同埋限制，去擁抱不同嘅人呢？我重複，我哋係咪願意讓神打破我哋對人嘅預設同埋限制，去擁抱不同嘅人呢？實踐行動，主動同一位不同背景嘅人交流，並且以開放態度關心佢，了解佢嘅需要啊！重複，主動同一位不同背景嘅人交流，並且以開放態度關心佢，了解佢嘅需要啦。
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